弟兄姊妹早晨，我哋繼續呢個漫長嘅約翰福音之旅啊！我哋今日嚟睇到第10章。嗱，呢段聖經其實好熟悉嘅，不過呢，好多人係孤立嘅去睇第10章，咁就有少少無厘頭嘅。嗱，唯有我哋將佢擺翻去佢原來經文嘅脈絡裏邊，我哋連接住第9章嚟到去睇呢，然後我哋先至會睇得到耶穌講嘅說話嘅嗰個分量。嗱，緊接着第9章瞎子得醫治嘅故事，耶穌喺第10章有感而發嘅去表白佢自己嘅身份同埋使命。嗱，我哋記得嗰個瞎子喺得醫治之後，由於醫治佢嘅係法利賽人所痛恨嘅耶穌，所以佢哋就連瞎子都迫害埋，將佢趕出猶太嘅社群，害到佢幾乎走投無路。天下之大，竟然冇容身嘅空間。瞎子到底做咗啲咩錯事，招嚟咁樣嘅慘況呢？冇啊！佢既冇犯罪，又冇違反任何宗教或者道德嘅戒律，佢只係冇配合法利賽人嘅陰謀，拒絕講大話，拒絕耶穌係罪人呢一個結論而已，係咪啊？但就係講事實，只係講真話嘅一個小人物，竟然就俾嗰班宗教權貴無情打壓，要將佢趕到入絕境。你可以見到，對法利賽人嚟講，守護佢哋心中嘅宗教成見係最高嘅，甚至係唯一嘅價值。至於人嘅死活，係佢哋漠不關心嘅。特別係好似瞎子呢一個社會最底層嘅賤民，佢哋嘅生命毫無價值，佢哋嘅感受可以不理。嗱，呢個令我諗起一啲為咗堅持某啲宗教或者道德嘅價值而輕視甚至殘害生命嘅故事啊！例如有印度教徒、回教徒，因為個女未婚懷孕或者同低種姓嘅人結婚，就將個女活活燒死。嗱，我好相信宣揚咁樣嘅教義嘅人係邪惡嘅，邪惡嘅。我好知道過分推崇人性會有使到我哋教會變成自由主義嘅危機。嗱，咩叫自由主義？唔知道就冇所謂啦吓。但係所有違反人性嘅教義或者規矩，都係邪惡嘅。我要講係毫無例外。完全擁抱人性有危機，但違反人性就一定係邪惡嘅。呢個故事我以前同你講過嘅。我有一次同某大教會嘅一個執事傾偈，佢教會喺過去10數年間走咗大量嘅年輕人，原因係因為佢哋冇辦法忍受教會嘅崇拜禮儀。我問嗰個執事，你知唔知道咁嘅情況？佢話梗係知啦。並且佢話冇所謂，不過冇所謂。佢講我哋嘅崇拜先至係最符合聖禮神學嘅，唔跟從呢個傳統嘅就請佢哋自己走啦。我當下嘅反應，你記得我以前同你講過，我就即刻諗起加拿大嗰啲三文魚啊，即係為咗產卵逆流游上石澗，搞到遍體鱗傷。產卵之後就全部死亡。動物可以為咗繁衍下一代犧牲自己。呢個咩聖禮神學，唔僅僅係錯謬嘅，對我嚟講係邪惡嘅。請聽清楚，我係講認真嘅，我唔介意有人捉住把柄去控告我。任何不惜以趕走下一代為代價而成全嘅神學系統，都係邪惡嘅。基督教有講捨己嘅，頭先我哋唱嘅詩班唱嘅詩歌都有講到捨己呢個字，但係捨己只能夠係為咗實踐、為咗完成使命而做，而絕對唔可以為咗符合某一個教義或者禮儀嘅標準而做，唔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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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義或者禮儀絕對冇最高價值。安息日係為人而設，當然如果例如
啊，即係我亂噏啊，阿羅記啊，即係唔同意三一論，咁我哋就會請佢哋開，但我都唔會笑死佢噶嘛，係咪？你會唔會啊？唔可能噶，唔可能噶，我哋唔做啲咁嘅嘢，係咪？啊，我哋唔會即係為咗即係保衛某個教義而去殘害一個人嘅生命，絕對唔做呢樣嘢。只有使命先有更高嘅價值，更高嘅意義。你為咗即係堅持信仰，即係面對政權受到迫害呢個，我可以即係明白並且尊重你。但如果你喺屋企自己話我為咗基督嘅緣故，自己將自己釘上十字架呢，我就睇唔到你有咩嘅價值。當然你自己咁做我都尊重嘅，但係如果你嬲其他人咁做呢，我就視你為邪惡嘅，我就一定要誅殺你嘅。對唔住，你明唔明我意思啊？我哋教會唔可以容許咁樣嘅事。任何正確嘅宗教同埋道德都係為咗造就同埋成全生命，絕對唔可以貶抑生命、殘害生命。呢個係耶穌嘅宣告。安息日係為人而設嘅，喺安息日救命係絕對冇問題。Elvis Weiser 史懷哲講，基督教嘅核心精神係尊重生命 ，reverence for life。尊重生命係耶穌基督所堅持嘅基本態度。呢個可以從以賽亞書。以賽亞先知對佢嘅預告，嗱，呢個預告係描述耶穌嘅壓傷嘅蘆葦，他不折斷；將殘嘅燈火，他不吹滅，得到最好嘅說明。再脆弱無助嘅生命，再殘缺睇起上嚟好似垃圾無價值嘅生命，耶穌都唔會輕忽對待。你反正要死啦，就送你一程啦，唔可以㗎。係咪啊？生命寶貴，只要有一口生命、一口氣嘅生命，就值得尊重珍惜。所以你喺呢度，你睇到耶穌對法利賽人顛倒是非、踐踏人性嘅做法係幾咁義憤填膺。佢作出咁樣嘅評論，第10節，盜賊來，無非係要偷竊、殺害、毀壞。我嚟了，係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呢個與其係講係耶穌基督對自己嘅吹噓啊，我要使人得生命，不如講佢係用呢段說話嚟去表達佢對嗰班泯沒人性嘅法利賽人一個嚴重嘅自豪。重點係在於佢鬧嗰班法利賽人。耶穌將佢嘅使命同埋相應嘅心態同法利賽人做比較，指出瞎子就好似一隻無助嘅羊，耶穌係牧人，而法利賽人係盜賊。盜賊純粹係攞羊嚟圖利，為咗自己嘅利益就不擇手段，可以隨意踐踏同埋傷害羊。但耶穌係好牧人，立志保護羊嘅生命，並且致力使羊嘅生活過得更好、更豐盛。耶穌生長喺一個打魚同埋放牧嘅加利利地區，羊群同埋放牧係隨處可見嘅，所以耶穌係常常用羊同埋放牧嚟去做比喻。佢視人係代牧養嘅羊。馬太福音9章36節，大家好熟悉㗎。他看見許多嘅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有牧人一般。耶穌嘅眼光同以賽亞嘅講法係相對應，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人係迷失咗嘅羊，迷路嘅羊。呢個其實係舊約好多先知常用嘅意象啊！喺以賽亞書、喺耶利米書、喺以西結書、喺彌迦書、喺撒迦利亞書，都有大量使用牧人同埋放牧嘅技術。耶利米書同埋以西結書更加清楚預告，上帝會親自做以色列人嘅牧人，好好嘅牧養佢哋。好牧人同埋盜賊嘅分別，在於佢哋視羊為目的，抑或係工具；在於佢哋視羊為具有終極價值，
抑或只係有工具價值，即係話實用性。飼養有終極價值嘅，就唔會為咗高舉某個宗教或者政治嘅理想而輕言犧牲羊嘅福祉甚至生命。飼養為僅有工具價值嘅，就會宣稱為咗一個更崇高嘅政治或者宗教嘅目標，就可以犧牲個別羊嘅利益乃至生命。例如法利賽人認定耶穌係邪惡嘅，耶穌嘅存在對佢哋嘅信仰系統構成威脅，就一定要想盡一切方法去剷除佢。佢哋將剷除耶穌呢個任務美化成為神聖嘅、至高無上嘅，為此所有代價都值得付，包括瞎子嘅福祉呢個垃圾，犧牲佢就犧牲佢啦。當然法利賽人未必會犧牲自己嘅，犧牲人嘅生命係即係好爽手嘅，好疏爽嘅，犧牲自己就未必啦。瞎子願意配合法利賽人嘅計劃，就有存活嘅價值。瞎子如果唔肯配合，就成咗佢哋施展佢哋陰謀嘅障礙。咁唔好意思，你已經冇存活落去嘅理由，死不足惜。喺除掉耶穌呢一個至高嘅宗教同埋政治任務嘅面前，所有仁愛、公義、合理呢啲所謂價值系統，全部都可以放棄。喺法利賽人眼中，宗教系統嘅穩定性、宗教規條嘅嚴謹性，比人命更重要。個別嘅人更加好似螻蟻咁樣，成大事者邊個唔係踐踏喺好多屍體之上？係咪？手持心軟嘅人係幹唔到大事嘅，唯有殺伐果斷嘅人先至可以食大茶飯噶嘛。耶穌對人嘅憐憫不過係婦人之仁、婆婆媽媽，成事不足。真嘅，耶穌好婆媽，真係太婆媽啦。不過喺耶穌嘅眼裏，所有以色列人，包括呢個生落嚟就瞎咗眼嘅，都係寶貴嘅羊，都係值得珍惜同埋愛護嘅。可惜上帝原來設立用嚟去照顧佢百姓嘅崗位，嗰班君王、祭司、律法師等等，都冇履行上帝牧養百姓嘅責任，反而好似賊咁樣偷竊、殺害佢哋。耶穌認為呢啲人不僅冇盡責任做應該做嘅事，尸位素餐，更加係竊奪咗牧養嘅位置。佢哋本質上唔係牧人，係盜賊，冇做應該做嘅事，只係失職，偷佔一個唔屬於佢哋嘅位置，就唔僅僅係職務問題，更加係身份同埋資格嘅問題。耶穌否定呢班人有做牧人嘅資格，唔係職務問題，係資格問題。呢個係耶穌從一開始就講，佢係羊嘅門嘅意思。耶穌首先唔係講佢係好牧人，佢首先第一個表白嘅佢係羊嘅門。1到3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人進羊圈不從門進去，都從別處爬進去，那人就是賊，就是強盜。從門進去嘅才是羊嘅牧人，看門嘅就給他看門，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叫自己嘅羊，把羊領出來。羊圈指嘅係牧場主人所開設嘅牧場，亦都可以講係嗰個牧養嘅基地啦。每日主人所僱用嘅嗰啲嘅工人，就即係牧人啦，就嚟到牧場，將佢哋自己即係每個牧人有即係佢哋要負責嘅嗰一群羊嘅，咁佢將佢要牧養嘅嗰群羊即係領出嚟，然後就佢帶即係呢啲羊去有水草嘅地方。牧人係即係真正嘅工人啊，係唔會去攀爬，即係嗰啲用荊棘或者木條築成嘅矮牆爬進個羊圈嗰度嘅，佢只會從門進入。翻牆入羊圈嘅人唔可能係牧人，一定係盜賊。所以從佢哋嘅來路就可以知道佢哋嘅身份。你哋翻嚟旺浸係搭 lift 或者行樓梯上嚟噶嘛？係咪？你哋唔會喺外牆爬上嚟噶嘛？即係如果突然間我聽到即係個窗有人敲，然後跟住見到有人話我開窗俾我入嚟啦，
即係坦白講，我都會當佢係來路不明嘅人啦，啱唔啱？你即係但係好人好者，你做乜爬牆做咩？你想顯示你嘅飛檐走壁嘅能力啊？冇意思噶嘛！即係你唔喺嗰度入嚟嘅，你多數都係賊噶啦，係咪？即係都唔使講啊，係咪？同樣你無情無事，你做乜嘢要攀過欄杆，即係走入嚟咧？點解唔喺門即係堂堂正正咁入嚟咧？啱唔啱啊？嗱，耶穌嘅話就係咁樣嘅意思啦。門徒唔明白耶穌嘅比喻，耶穌就解釋喺第7到9節，我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我就是羊嘅門。凡在我以先來的，都是賊，都是強盜，羊卻不聽他們。我就是門，凡從我進來嘅，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耶穌係羊嘅門。呢段話前後指出2個意思。第一個關乎牧人，從門進嚟嘅先至係真牧人，即係話由耶穌核准通過耶穌嘅，先至係叫做牧人。過唔到耶穌嘅嗰個嘅關，即係你唔係 pass through 佢，你就叫做賊啦，你就叫做賊啦。所有人都要經過耶穌嘅允許核准，先至有資格去接觸羊群，然後先至取得羊嘅資格。我就是羊嘅門，凡在我以先來嘅都係賊，係強盜，羊卻不聽他們。Jesus is the gate to the sheep。你要經過耶穌先至去到羊嗰度。嗱，我要講聖經一路好強調嗰個 ownership 噶，嗰個擁有權噶。你記得啊？就算佢用耕種嚟去做比喻，聖經都係講你唔係見到啲莊稼熟咗就自己擒青去收割莊稼，你求莊稼嘅主俾你有嗰個資格，係咪啊？差派佢嘅工人係耶穌嘅工人去收莊稼。你唔會自己攞個鐮刀就即係衝去就自己割，你想死啊？係嘛？嗱，嗰個莊稼嘅主權喺邊個度？喺耶穌嗰度。同樣羊嘅主權喺邊個度？喺耶穌嗰度。喺耶穌嗰度。Jesus is the gate to the sheep。羊係屬於耶穌嘅，邊個能夠接觸羊？當然由耶穌說了算啦。第二係關乎羊，嗱，頭先係關乎牧人嘅講法，第二係關乎羊嘅講法。羊亦都必須要從門出去，先至得着飽足同埋生命。羊要穿過呢個門先能夠出去，進入草場同埋水源。羊要藉住耶穌得救，並且得草吃。耶穌講：我就是門，凡我從我進來嘅，必然得救，並且出入得草吃。Jesus is a gate for the sheep。唔僅僅牧人要透過耶穌先至可以接觸呢羊，羊亦都要透過耶穌先至可以得生命。唯有耶穌係生命嘅糧，唯有耶穌係活水，能夠讓人飲咗就唔再口渴。後面耶穌講，只有佢先至能夠使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耶穌係羊嘅門，從門進去嘅先係真牧人，從門出去嘅先係能夠得生命。嗱，呢個係羊嘅門嘅意思。從舊約到新約，聖經清楚話俾我哋聽，羊係屬於耶穌基督嘅，所有人都係屬於耶穌基督嘅。耶穌喺升天前對彼得嘅3次託付，都強調乜嘢？你餵養我嘅羊。你牧養我嘅羊，羊係邊個噶？係耶穌嘅，係耶穌嘅，係咪啊？由於羊係屬於耶穌嘅，耶穌親自挑選同埋差派人去擔當牧人嘅角色。由於羊係屬於耶穌嘅，只有佢先至了解羊嘅需要，俾佢哋真正嘅幸福。羊屬於耶穌，呢個唔僅僅係主權誰屬嘅問題。亦都關乎以下2個重點，第一係責任，第二係關係。先講責任，耶穌跟住講到僱工，就係佢所聘用嘅牧人同埋羊嘅主人嘅差異。11到13節，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若是僱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嘅。他看見狼來，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趕散了羊群。僱工逃走，因為他是僱工，並不顧念羊。打工仔只有打工仔嘅心態，打工仔係出賣自己嘅時間同埋勞動力去換取生活之資，係咪啊？呢個係一個簡單嘅交換，你出錢，我出力，但係出力可以，出命就唔好啦，係咪啊？做工嘅人唔會揾命搏嘅，例如風暴襲港，會有人因為追風逐浪跌落海。我係救護員，我接報到場營救，能夠救嘅我當然盡力救啦，但我唔會賠埋自己條命去救佢嘅，對唔住，係咪啊？如果真係風險太大正如如果個消防員個火場完全失控唔受控制呢，係會吹雞叫所有消防員撤離嘅。你唔會叫佢哋全部喺入面燒死埋噶嘛？唔會嘅，係唔會嘅，係唔會嘅。救護員第一任務係保護好自己，量力而為。如果個消防員個警察都做雷鋒，輕易殉職嘅話，咁浩園就冇乜空位可以安葬嘅啦，係咪啊？唔可能嘅。因為職務拯救墮海者要量力而為，但係如果墮海嗰個係我個仔咧，咁就算風高浪急，我都會奮不顧身，攞條命搏跳落海噶嘛，啱唔啱啊？我會唔會話收工啊？我唔會嘅，我唔會嘅。如果嗰個係我個仔就唔會嘅，係咪啊？無論能夠救或者不能救，我都會盡力去救。呢個唔係量力而為，係盡力而為，係咪啊？係兩碼子嘅事。耶穌喺比喻裏邊就咁講：遇到狼群來襲，做僱工牧人嘅要計算能唔能夠頂得住啊？頂唔住嘅就要保自己條命，係咪啊？捨羊群離去。最多就好似舊約律法要求嘅，你盡人事喺狼嘅口裏邊掹翻一隻羊耳或者羊腿出嚟，做咩啊？係交數啊！我有冇同你講過啊？呢個叫交數，因為你之後唔見咗幾隻羊，咁個主人話你可能吞卜，你可能自己 BBQ 燒咗嚟食噶嘛，係咪？點證明係有狼群啊？點證明有獅子啊？你咪攞翻隻羊腿出嚟咯，你睇下嗱，嗰個咬口係狼嘅咬口，就好似我有冇同你講過？我以前讀大學嘅時候去托汽水，成日會成盤汽水打爛噶嘛，打爛要做啲咩啊？執翻啲爆頭咯。咩叫爆頭啊？連埋蓋嘅樽頸啊，執翻去就可以交數噶啦。打爛係唔使賠嘅，做嘢唔可能唔打爛嘢噶嘛。咁但係冇爆頭咧，咁你食噶啦。唔見一盆水就賠一盆水咯，就係咁噶啦，係咪啊？就咁啦。牧人如果真係去到俾羊俾人食咗，冇辦法嘅，佢只能夠就盡力去揾翻啲證據翻嚟，呢個就盡責噶啦。呢個係出埃及記22章10到13節嘅律法規定嚟噶，唔係為咗拯救羊嘅生命，只係為咗自保。但係羊嘅主人就唔同，因為羊係屬於佢嘅，佢會奮不顧身，為咗保衛羊，不惜犧牲自己嘅生命。嗱，當然現實嘅講法，你要批評耶穌嘅講法係好容易嘅。羊對主人都不過係財產嚟啫，錢財係身外物。為咗拯救羊而連自己嘅生命都賠上，呢個好蠢嘅，係咪啊？我諗起我都唔明，我點會就算羊係我都唔使揾命搏噶，唔會連自己嘅命都捨埋噶，係咪？係咪啊？所以無論係僱工或者主人都唔應該為咗拯救羊而揾命搏嘅。嗱，不過耶穌喺呢度係好別有所指嘅去指出，佢就係嗰個你唔明白點解咁蠢嘅嗰個，佢係願意為羊群捨命嘅嗰個，為咗佢所愛嘅人，其實係受造物嚟咋。耶穌甘願降世，自我犧牲。從人情常理嚟講，我哋冇辦法理解點解上帝會鍾情佢所做嘅一件嘢，佢咪有啲戀物狂。上帝點解會為佢嘅受造物嚟去犧牲自己嘅生命？喺情理上完全講唔過去。我冇辦法明白上帝點解唔簡單
消滅所有犯罪嘅人類，重新再做一批完美嘅人出嚟。唯一可以解釋嘅係，上帝竟然同佢所做嘅人類發生感情。上帝愛世人，愛使上帝變得愚蠢，所以就做咗蠢事咯。不過，即使我哋唔會為咗保護財物而犧牲自己嘅生命，一樣嘢係屬於自己同埋唔屬於自己嘅，仍然係有分別嘅。我同太太喺結婚1年之後就請咗菲傭。嗱，我哋同菲傭嘅關係好好嘅，我哋嘅菲傭亦都好忠心。我從來唔鬧菲傭嘅，咁多年都冇鬧過。菲傭亦都幾盡心竭力做嘢嘅。不過我哋屋企嗰個菲傭係好大手大腳嘅人，無論係吸塵機或者燙斗，好快就用爛嘅。用爛嘅嗰啲真係之高，真係你不能想象嘅，真係。杯碟嗰啲煲鑊打爛就更加唔使講。好彩即係而家呢個世界啲物品好平，所以冇乜人計較。你會發現嘅公眾嘅物品破損率通常都好高嘅。我喺意大利，我哋神學院喺天棚，即係我哋整咗即係10個8個嗰啲晾衫架，即係俾人可以喺上邊晾衫啦。咁我發覺真係唔夠1個月就爛3個4個，即係2個月就差唔多要換一批，好易爛晒嘅，唔知點解嘅。我自己喺我自己房又買咗個咁樣嘅嗰啲晾衣架，用咁耐都未爛過。你總唔使解釋嘅，即係總之就係公眾嘅同唔係公眾係完全唔同嘅做嘢方法嘅，係咪啊？嗱，呢個亦都帶嚟咗第二點要講嘅關係，羊係屬於耶穌嘅，所以耶穌傾全力去拯救保護。羊屬於耶穌嘅，所以同耶穌建立咗個別嘅深厚嘅感情。14到15節講，我是好牧人，我認識我嘅羊，我嘅羊也認識我，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羊捨命。耶穌以佢同天父嘅關係去比喻佢同羊嘅關係。耶穌同天父係彼此認識嘅，耶穌同佢所愛嘅人亦都彼此認識。前邊喺3到5節，耶穌都講，羊也聽他的聲音，他按着名叫自己嘅羊，把羊領出來，既放出自己嘅羊來，就走在前頭，羊也跟着他，因為認得他的聲音。羊不跟着生人，因為不認得他的聲音，必要逃跑。羊係聽得出牧人嘅聲音嘅，聽到佢哋熟悉嘅聲音，佢哋就會放心跟隨緊靠。對陌生嘅聲音，羊會感覺到害怕逃走嘅。中國人係重情講關係嘅民族，當然明白關係嘅重要性啦。有關係就冇關係，冇關係就關係重大，係咪啊？耶穌喺呢度強調係彼此認識，因住認識對方就唔僅僅係一個空嘅概念，唔僅僅係會有學生人類，而變成有血有肉嘅個體，並且雙方都投注咗感情喺其中。舉個最近嘅例子啊！你知道嗰啲落後國家常常都發生即係反政府示威，好多時候都會演變成為暴力衝突嘅。啲人就會乘機搶掠店鋪，到處縱火。我哋喺電視新聞成日睇到咁樣嘅報導。不過大部分人都係睇一睇就算數嘅，好少放喺心上。最近非洲印度洋嘅馬達加斯加島發生大規模嘅騷亂，蔓延全國。喺嗰度宣教嘅係建道神學院嘅2對校友夫婦，黃星峰、郭志西宣教士同埋梁志康、張佩欣即係宣教士，佢哋都即係有段時間被困喺一個小鎮裏邊。佢哋寫信息嚟向我求救。我當然唔係叫我救佢啦，叫我幫佢祈禱啦。哇！我係好迫切祈禱，好懇切祈禱。即係嗰個同某一個小島發生騷亂係2件事嚟噶嘛？有我所愛嘅人喺度，我關心嘅2對宣教士喺度。哇！我點可能即係無動於衷啊？即刻真係祈禱得好認真，係咪啊？係咪啊？耶穌認識我哋，耶穌在乎我哋嘅生死禍福，我哋嘅喜怒哀樂，耶穌都介意，耶穌都放喺心上。呢個同佢同僱工
嘅唔同之處，更加唔好講同盜賊嘅差異。法利賽人可以不顧瞎子嘅生死，可以隨意踐踏佢嘅生命，但耶穌關心瞎子嘅命運，關心佢嘅情緒感受。喺結束呢段說話嘅時候，耶穌為咗避免門徒同埋後人有誤會，做咗兩個補注，兩個注釋。第一，耶穌唔係講只有以色列人先係上帝嘅子民，上帝只係關心以色列人，愛護以色列人，其他民族同上帝無關，上帝唔管佢哋嘅生死。喺16節，耶穌強調，我另外有羊，不是野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嘅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翰福音3章16節話俾我哋聽，上帝愛世人，唔係上帝愛以色列人。耶穌嚟人間唔係淨係為以色列人犧牲，係為所有人犧牲。佢拯救好似你同埋我咁樣嘅壞人。今日普世信徒都蒙耶穌基督拯救，歸入佢嘅身體，教會同屬群羊嘅大牧人照管吓。所以一定佢要補充，佢唔係淨係關心以色列人，佢係關心所有人。第二，耶穌係主動為拯救人類犧牲自己嘅，佢多番強調，我係好牧人，好牧人就為羊捨命。所以佢唔係因為出咗咩意外，遭逢不測，又或者不幸落喺仇敵嘅手中，無辜受害。喺耶穌眼中，猶太教當局同埋羅馬帝國一啲都唔厲害，撒旦對耶穌亦都完全冇辦法。佢哋唔係構成耶穌遇害嘅真正原因，更加唔好講係充分理由。耶穌係自己送上門，自己願意犧牲嘅，主動道成肉身，主動迎向十字架，一切都係為咗愛。17到18節，我父愛我，因我將命捨去，好再取回來。沒有人奪我的命去，是我自己捨的。我有權柄捨了，也有權柄取回來，這是我從我父所受嘅命令。耶穌嘅死亡並不意味佢對生命失去控制權，更加唔代表佢失去咗天父嘅愛。我好中意約翰福音10章17到18節呢兩節經文，日後有機會再同大家喺呢度去思考。我哋要做一個好簡單嘅總結。今日嘅經文傳遞咗兩個好簡單，你本來都知道嘅真理。第一，耶穌係好牧人，為我哋捨命。我哋係佢嘅羊，屬於佢，必須要聽佢嘅聲音。唯有藉住佢，生命先得到飽足，並且得到永遠嘅生命。呢個係足夠重要嘅道理。第二個嘅真理，我哋要明白耶穌基督愛人嘅心腸，佢重視每個個體嘅價值，珍惜同埋成全人嘅生命。我哋立志以佢嘅心為心，尊重生命，善待身邊每個人，絕對唔將人當做工具，或者係幫我圖謀個人利益嘅工具。我要講呢個係呢一段聖經俾我更重要嘅真理，唔係前者唔重要，前者係你一早知道，呢度呢一點你都可能知道，不過我哋再次重申 Reverence for life， 尊重每一個生命，呢個係基督教信仰一個好關鍵嘅精神。